就来看这个中央的确诊者自主回报系统，昨开始来就路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第一天发出去的简讯7000多封，但是有回报填写的只有一半。讲这套回报系统才拄来实施，也未看到明显的效果。等到这个系统搁较周治了后，将会当来减轻到疫调人员的负担。这个系统要安怎写呢？指挥中心讲 ，PCR 若是阳性，留手机的号码，就会收到指挥中心传送的简讯。点入去提供的网址，就会当来填写，包括基本资料甲密切的接触者。收到这个简讯，若无来回报，罚款6万块以上30万块以下。中央的自主填报系统5月1号正式上线，只要民众采检 PCR 阳性，指挥中心就会传送一则简讯到民众的手机里，民众就可以自己填报基本资料以及密切接触者。买个卡号伫咧无用，或者是无人接电话卫生局，若是点入去指挥中心提供的网络写4大题，包括基本资料出现的镜头，或者是验到阳性时间，有确诊前2天有和谁有接触过，查某人敢有新回路透析，65岁以上家己一个人住，3种高风险族群都算是通报好势。不过，变怎看收的电子批敢是诈骗？怕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诈骗。进到系统之后，它会让你填入你的身份证号码的或居留证号码的后6码来做身份的验证。系统若是拍身份证号码，名和手机地自动走出来，民众会当连手机号码09151545888，网络地址是 bbs.cdc， 这是指挥中心正讲的版本。惊有人的乌白团互确诊者的网络敢若一摆，写的送出去都袂当阁改。运作成熟，那一定会减轻很大的一个负担。不过这没有办法在1、2天就马上达到一些效果，也要拜托所有在未来有接到这样的在做 PCR 检测的时候，能够把这个电话填写正确来。新政策推动，希望会当改善调查疫情的压力。不过，若是较袂晓持手机的是大人，免怎进行，恐惊嘛是一个大问题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